前天按照藏历就是土婆陀最重要的一个神灵叫鹿神出巡世间的日子。为此呢，我修改了一首4年前写的诗，献给鹿神。蛙或鹿神，牺牲与掠食者为色。我从未仔细观察过青蛙的模样，毕竟各自生存空间不同，难得相见。正如我未曾想象过鹿的形象，除非一定要把某只青蛙视作它的化身。但今夜记忆被触动，在关于幸存的纪录片中，看见遥远的水边寒夜里冻僵的青蛙，却在天亮后渐渐复苏，是一场轮回再现。它近乎透明的深绿外表如翡翠般美丽，它僵硬的四肢因阳光照耀而微微抽搐，甚至它仿佛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地跳了起来，跳得越来越远，犹如满血复活。我竟差点落泪，在突如其来的痛楚中，想起另一只青蛙，藏语唤作贝巴，被他们如何处置？半路弃于无人荒野，还是带到厨房，剥皮切块，红烧爆炒油炸，又称田鸡，是他们无所不吃的动物之一？亦或会不会被当作意外发现的新物种，带离原生之地，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实验室采集所谓生物特征、指纹、虹膜、血样？我是不是想得太多了？我翻出那时的日记，拉萨今年雨多，几近成灾。族人都说修青藏铁路时，从羌塘草原的地下挖出一只如卡车般大的青蛙，并且挖土机铲断了他的腿。我又写了一遍，铲断了他的腿，显然为这残酷而站立。这确实是一个令本地人震惊的消息，在那年夏天传遍全城，或许传得更远。无论家中、茶馆或专进路上，尽是窃窃私语：别吧，别吧，别吧。这不是古老的民间故事，龙王的儿子变成青蛙，以背水老妇之子的身份取得人间公主，却遭暗算显实自爱，而告诫世人：贫与富、美与丑、阶级的高低，并非幸福的要义，唯有善心才得善报。总之，忠是很重要的，每个人都需要忠。那些修铁路的工人挖到了一只很大的青蛙，是用挖土机挖的，腿被铲断了，放在木板车上拖走了，血流了一路。不，木板车根本放不下，有卡车那么大，卡车那么大的青蛙放在卡车上，血肉模糊。杀死一只青蛙的果报很可怕，鹿神会报复的。那是2004年，绵延的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下，杂草低矮，乱石稀疏，荒地被开辟为铁路，像两把漫长的利刃伸延着，从帝国的各处汇聚。日渐逼近旧日的圣城，圣城早已更名，
常被族人低声说成宰杀，我却不愿如此称呼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曾行尸走肉？当铁马奔驰，我嘟囔了半句没说下去。古如仁波切的千年预言如此准确，足以催生宿命的绝望，或也常有一线希望。而铁马更是气势汹汹的铁龙，他们称之为现代化，如青蛙又叫田鸡。总之，命名很重要，有的命名具有毁灭之力。我希望能以适当的方式诉说这并非魔幻的传说。挖出青蛙，也就挖出了悲伤的隐喻，还挖出了集体心理与无意识的深渊。但一首诗如何承载超出动物学的意义？有人默诵谚语：青蛙死去，大海干涸；有人如诗人般叹息，从此再也不会有快乐了。连鲁神也难逃的下场，击碎了现实无数无法自主的心。往后即便有快乐，也只是肤浅的、敷衍的、仓促的。不然佛殿里为何挤满了热泪滚滚的众生？古如仁波切啊，可否举行安抚陆神的让解仪式？可否依凭此地难以承受的因果，重新预言未来？2021年3月14日写，2025年3月24日改于北京。注释：一、陆。在土伯特文化里，众多生活在水土里、岩石里、森林里、地穴里的动物，如鱼、蛇、蛙等，被视为兼具好运与厄运的精灵，藏语统称为陆，汉语以为龙，但不准确，甚至是错误的，因为在中文里并没有这一文化特质和概念。北巴，口语青蛙。中，故事。宰杀，摩地，古如仁波切，莲花生大师。前天按照藏历就是土伯特最重要的一个神灵叫陆神出巡世间的日子。为此呢，我修改了一首4年前写的诗，献给陆神。蛙或陆神牺牲与掠食者为色。我从未仔细观察过青蛙的模样，毕竟各自生存空间不同，难得相见。正如我未曾想象过鹿的形象。